江浙等地近日有奸民聚众，以米贵为由打抢富家。此事该如何平息？先免田租，发仓谷，让穷民纾困。与此同时，必得收紧官法，访拿惩治各州府悬赏带头闹事者，以警众安民。众位认为如何？不知李尚书认为这个决策可为何事？尚书是皇上信靠的重臣，尚书的意见必定虚心听取。贝勒爷身为监国，代君王处理朝政，难道连个小小的决策也犹豫不决，非得依靠臣子的主意？你这是谦逊，还是未予承担？禀主子，据太医传报，18王子病重，情况未许乐观。啊！退下。这，八哥，要不要马上通知皇阿玛回朝？微臣不赞成。皇上出塞在外，为国土大事而奔波，不该让皇上为宫中之事而伤神呐。就是，大清一国之君，就为了众多王子中的一个生个病，就抛下一切回朝，肯定会让蒙古人笑话。宫中之事该由监国一力处置。现在最重要的是18弟的身体，我先去探望他，再做决定。李尚书，可以跟我一起去吗？好，请。太医，18弟病情如何？18皇子的病情相当反复，而且十有8九，能不能熬过去，恐怕很难预测。孩子，乖，皇阿玛很快就回来了。那是18皇子画的画，他一直说要等皇上回来，亲手交给皇上。可如今，只怕是没机会了。贝勒爷，你不该这么做呀！是呀，小事一桩，何必大惊小怪？说不定皇上根本就没打算回来，到头来会怪罪我们的。是啊。我只想让大家看看这幅图画，在这幅画里面，我看到的不是什么皇帝皇子，而只是一对父子，亲儿病危，对一个父亲来说，又岂是小事一桩，又岂能无动于衷？一个铁石心肠的君王，才会遭天下人不齿。18弟真是太可怜了，八哥，万一他有什么不测的话，皇阿玛一定会想见他最后一面的。如果皇阿玛来不及亲送儿子，这条罪就是你们人头落地都担当不起。要是贝勒爷这样执意孤行，我们也无话可说。是啊，我身为监国，本来就有权决策一切，所有后果亦由我一力承担。八哥，消消气儿啊！微臣以为贝勒爷做得很对，相信诸位定会支持贝勒爷的决定。马上召集所有御医会诊，好好照料18皇子，随时通报。八哥，我认为这件事儿
你太感情用事了。为什么？18弟是我们的亲弟，怜惜自己的亲弟也有错吗？18弟固然可怜，不过九哥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八哥身负监国之职，等同每一步都走在刀锋之上。立下功劳固然可以得到皇阿玛的赞赏，一旦出了错，太子那帮人就会加以打击。八哥这次的判断对错难料。八哥，方才你也看到了，太子爷的那些人虽然表面上服从，但心里根本不服。我没有感情用事，正是为了抗衡太子，我才需要做出这样的处理。皇阿玛重视亲情，通知皇阿玛回来看18弟，既出于手足情谊，更成全了父子之情，根本是无可非议。可问题是，太子那些人不满。刚才我叫李尚书陪我一起看18弟，我看到他的神情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赞同我的决定。李尚书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刚才他的一声赞同，其他的官员也不敢再说什么。只要有李尚书的支持，我们很多事情都好办了。还有，将来。哎，你们怎么越说越远了？关将来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